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嘴饱目未饱，台语安尼写，嘴饱目未饱。明明才拄啊食饱，但是看到其他好食面，也是忍袂牢，继续摕来踢喙空，就是嘴饱目未饱。阮一阵囡仔已经食饭食饱，看到隔壁阿姆送粿送肉粽来，哪像唔知饱继续食，阿母就念讲，一定公主地哦，嘴饱目未饱。阿嬷孝孙就替阿孙仔讲话，讲饭饭多，粿粿多，粽粽多，囡仔人都无共多啦。嘴饱目未饱，有袂少时代会甲简化，讲嘴饱目饱。这是因为有时阵有一寡用语拢会颠倒讲，譬如华语讲我好容易才走到这里，其实是咧讲好不容易。就像嘴饱目饱，其实就是咧讲嘴饱目未饱。我才食饱尔尔，就汤啊饼直啥直食。阿母念讲我嘴饱目饱。教育部的台语教典有修一个词，嘴饱目睭枵，嘛是差不多的意思。明明食饱，但是目睭看到好食面啊，还阁想要食。就有一句趣味的广告词：嘴饱目睭枵，好食挡袂牢。嘴饱目睭枵，阁弹出来意思就是咧讲袂满足，咧讲一个人贪得无厌。今仔日的台语字，嘴饱目未饱，实在真趣味。